醫生，我種完牙需要注意啲乜嘢？點樣可以幫助我快啲恢復？手術順利完成，跟住落嚟嘅護理好關鍵，直接影響傷口愈合同形體用得耐唔耐。記住以下幾點：一、手術後飲食，頭幾日要錫住個傷口，千祈唔好啜個傷口，例如用飲管、食煙都唔得，一啜有機會扯甩保護傷口嘅血塊。盡量少講嘢，唔好食太熱、太硬、太刺激嘅嘢，例如辣嘢、滾湯。另外，中醫成日講嘅發物都要戒一戒，例如羊肉、牛肉、海鮮呢啲比較易引起敏感或發炎嘅食物，暫時忍一忍口，等傷口穩定啲先。二、口腔衛生同生活習慣。手術當日記住唔好吸煙、唔好飲酒、唔好刷牙，避免整親個傷口。手術後24小時內記得用冰袋敷面，有助消腫。醫生開嘅消炎止痛藥記得準時食。手術後第二日可以正常刷牙、漱口啦，但刷到手術位置嘅時候要輕手啲、溫柔啲，刷乾淨但唔好整傷。頭3日內避免做劇烈運動、捱夜、焗桑拿同浸浴，等身體專心復原。3、手術後正常反應，如果發現塊面有瘀色係好常見嘅，唔使驚。手術48小時後可以轉用熱毛巾敷下，等佢散瘀，慢慢會自己消退。手術後1個禮拜內，傷口位有少少紅腫、痛或者口水、有血絲，全部都係正常現象，通常痛感會慢慢減輕。但如果情況持續或惡化，就快啲聯絡醫生。4、覆診同特殊情況，如果你個傷口有縫線，大約1至2個星期後就要拆線。植入嘅種植體要時間同牙骨生埋一齊，牙套要等大概3至6個月後先可以做。如果有做過上頜竇、提升或者植骨，千祈咪用力小鼻涕或者吐痰，避免加壓影響手術效果。如果發現上面粒愈合冇鬆咗，記得收好佢，唔好吞咗，然後盡快處理。